住伫咧山区的人，若准备看医生，拢较无利便。这南投仁爱乡信义乡是有设远距医疗的会诊平台，即马含西池甲中寮嘛已经顺利启用啊。未来这在地人只要伫咧当地卫生所，就会当甲台中荣总的医师线顶来看诊。 南投的西池乡、中寮乡虽然不是伫山顶，但是也无都市遐尼利便。在地民众表示，平常时若要看医生，拢爱去到隔壁乡镇的病院，对厝行路到公车站牌，加上坐车的时间，来回爱点半钟甚至4点钟，是真无方便。坐啊久啊都无方便啊！当时啊，阮后生来用都爱知啊。车若去到台中，若比如讲坐。 客运的话，可能嘛是要2点钟，来回拢嘛是要4、5点钟啊。检查的系统拢嘛是3个月一遍。为了提升偏乡地区医疗照护，有社会团体关键包括所谓医疗影像系统、皮肤镜、喙孔镜加医疗检查设备。 有关是新设备，未来利用远距医疗会诊平台，伫偏乡的民众唔免搬车去台中市，只要去卫生所，也会当互台中荣总的专科医师线顶会诊，并且就近摕药啊。甲医师约好，咱迄个台中荣总迄个远距医疗会诊的迄个门诊的时间，你来到卫生所，就等于讲台中荣总踮咧那一端在帮你看诊。 南投县卫生局表示，台中荣总伫8、1到8、5，拢会开设的远距医疗专科门诊，有遮个进步的医疗设备加上科技，未来当地人去卫生所预约，就会当互医生看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目前南投的真爱信义，甲今启用的西池中寮，拢已经有设远距医疗会诊平台啊。也若阁剩下6个乡的部分，也会赶紧来争取设置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